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角用诗篇84篇，就是圣诗后壁第19篇的启应文，用启应方式来做伙领受上帝话。启应文19篇诗篇84，我读一句，请咱应一句，伫坐声的所在，咱做伙来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我乱无上帝的殿宇，到要分去。第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作寿。徛起伫你殿宇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扫的山谷，拢要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关顾。伫你的殿宇点一日，我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第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灯牌，伊予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帝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同心来祈祷。是天父上帝，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我伫世间逐工的生活面对真侪挑战，有时阮感觉用要失望、失志，无力通行落去。若是你要做阮的倚靠，你要做阮的帮站。有时阮经过大扫死荫的山谷，你要互迄个所在经过阮经历的代志，互伊成做上帝你祝福的泉源。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厅内底来成做一群，做伙同行天路的同伴。阮逐人伫逐工的生活中间，虽然殊荣工商，逐个无用家己的代志。若是伫上帝你分别做成的日子，也是甚至伫周间，阮彼此用祈祷互相笑脸，互相鼓励。阮的体会，阮用惜安来迈进，用你应允阮迄个迦南地来进行，阮就要哪行哪有快乐。阮逐人要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朝见你，求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个时阵心思意念单单仰望你，互阮通过今仔的敬拜得到快乐，得到知影倚靠你的人是偌尼有福气。主倚靠人，人会倒；倚靠君王，因也袂当为着阮做甚物。只有倚靠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的上帝。你是阮的石盘，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的快乐。你是阮的关台，倚靠你，你永远袂互阮失望。主，阮今仔特别感谢你差遣道声圣乐诗班来到阮的中间。音乐是上帝你赐予阮非常水、非常宝贵的礼物，会互阮不管是用各种的乐器，也是用阮心思阮的声音所唱出来的歌，拢是要荣光上帝。阮伫音乐的中间，看见真，看见善，看见美，也看见圣洁的主。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所在来敬拜，通过诗歌，通过江牧师要分享的信息，阮
伫即个所在领受上帝你的祝福。即个是一个上伟大的团体，就是教会。上帝你互阮伫遮来成做一体，做伙伫遮来彼此勉励，搁较成做一个阳光，互上帝名得到阳光的一个肢体。愿你活力，阮今仔日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所献的祭，也赐落阮所需要的平安甲祝福，伫阮每一人的中间。阮同心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咱做来听，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读3位的圣经，记载伫2位的所在。咱先来领受《以弗所书》第3章第3节到第6节。新约保罗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第3章第3节到第6节。上帝话安尼讲，就是用启示，互我知迄个奥妙，亲像我已经有大略写的，恁读伊就会晓得我知影基督的奥妙。是前代未捌互人知的，无亲像现今伫圣神启示伊遮的圣的使徒先知一样，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护士，当做一个身体，三角有分伫所应允的。第2段咱要读的就跳到第9节到13节，也互众人拢明白这个奥妙是安怎安排，就是历代以来看捌伫造万物的上帝，要对教会，互伫天里遮个办正事的有权能的，知上帝百般的智慧，照伊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定着万代的旨意，点伫伊，咱才会对信伊有好胆佮海彩来亲近上帝。所以，恁无得为着我替恁所受的患难来累志，这是恁的阳光。咱来看第2位的圣经是伫提摩太前书3章第15节。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切属在眼前，也是互你通知，应该着怎样行伫上帝的厝，就是真活上帝教会真理的条约甲地基。教会是上帝的厝，是真理的条约甲地基。姊妹，咱今日真欢喜，有道声圣乐的诗班来到咱的中间，要用万物三角欢喜，甲起立求主怜悯这2首歌来学了上帝。道声圣乐诗班。
多谢张牧师、长职大家，予阮有这个机会来甲各位来分享。有一个上伟大的布道家，就是咱的宋尚节博士。伊安尼讲，当伊伫要讲道理以前，伊所想的就是耶稣基督甲十字架顶的疼。迄款的耶稣为着咱人来牺牲性命，伫迄个所在受苦，即款的会感动力，互人互伊会当拼命为着主来传福音。咱今日来到即个所在，嘛是共款。咱想要来，因为咱知影，咱的耶稣基督美妙的疼痛。我的爸爸是美港教会长老教会的江天顺牧师，伊是咱长老会咱全台湾上年岁上大的106岁。我捌读过大神，也捌伫长老会牧会过。现在是中华财产的这个总干事。我嘛请这个大神的院长，伫阮的这个财团遐来讲道理，来互阮这个两个团体会当彼此认捌，彼此来合作，来传扬咱主要所教价值。有一帮来讲，你看迄个山顶迄个所在，安尼真正细微，真正软弱迄个团体无？这个大卫保生啊，伊安尼讲，你看迄个教会真细对无？你毋知即个教会不得了，你知无？好，安怎不得了？咱念伊大来讲，英国迄个所在，我要遐读册过，迄个所在是我第二个故乡。伫迄个所在，足侪遐听主的人伫迄个所在，但是即个英国迄个所在呢，有5000间的教会已经卖出去啊，无爱遮做礼拜啊。卖去互迄个佛教、迄个回教的迄个卖互回教徒，卖互迄个酒店。伫迄个所在有开音乐会，但是无遮做礼拜。咱今日来知影，伫即个所在，咱听即个音乐，其实世界上大的团体是咱的教会。即个好的音乐、好的艺术，传到即马几啊千年的这历史。拢是来证明，咱这个教会是不得了的。全世界有1/3的人相信耶稣，1/3去旅行，你会看到世界各国会当看到十字架，会当看到教会伫迄个所在，来证明耶稣基督不得了。咱所有这相信耶稣的人，不但是这么活着的人，世界各国嘛代表这个死去的人伫天顶。嘛是咱的即个会员做伙，哪有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会当到即摆，会当安尼充满全世界几千年遮尔久？所以咱的教会是上大的团体。第二项，伊是宣告真理的团体。所以咱所讲的都上悬的权威，因为这是对上帝来，咱所听的道理，圣经所讲的。是上帝启示，咱人唔知影的，上帝甲咱讲，甲咱拍开，这个拍开都是启示。安尼看着唔知影，甲挂看拍开，就知影内面的奥妙是啥物货。上帝启示甲咱讲，上帝真理是啥物货，对以下来甲咱讲的，咱今仔日知影讲，足侪遐西方的国家无复兴，伫咧衰败，因为因无讲上帝道，无知影讲咱上宝贵的都是上帝道。他拄啊，我嘛听到即个第一场的即个讲道，咱听到即个蔡传道伊所讲的，嘛是照着上帝的道来讲。咱所聚会嘛是照着上帝的话，这是咱足大的福气。咱的教会福气嘛是咱全台湾的福气。因为这个教会都是要来甲咱讲上帝百般的智慧，人的智慧已经不得了啊！人的智慧会当起厝，会当去太空，会当做足侪伟大的发明。但是咱人的智慧，咱就袂当来了解啊！何况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会当互物件来长大，人会当来食来欣赏
上帝智慧创造宇宙万物水果，互咱来享受。伊的智慧不得了啊！就是帮这个奥古斯丁，这个伟大的神学家，伊伫想这个三位一体的时，伊在想讲想袂了的时呢，有一帮这奥古斯丁去海边，遐看到一个小朋友用这个卡拉甲这个水甲倒在这个沙的这个洞内面，细细的洞内面。这个奥古斯丁甲问讲：你创啥？伊讲我要甲迄个海水啊，拢总的海水呢，拢甲填满这个洞内面。奥古斯丁讲：小朋友啊，哪有可能海水遐尼大？这个小朋友来讲，若是安尼，先生，你这个细细的头脑，哪会当想明白上帝的奥妙、三位一体的道理呢？就是安尼。人谦卑伫上帝面头前，上帝让创造天地、创造你我的上帝时，伊所做的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是无问题，一定是完全的。哎，谦卑伫上帝面头前的时，咱会当哪了解伊，哪明白伊的伟大，甲伊的美妙的听。教会是啥？教会是真理的根基，真理的根基。无这个根基，就无真理，是条石。无这个条石，就袂当建立起来。伫圣经内面无真理。耶稣咧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无照着我，袂当到上帝遐去。今日人的对路，人的无信耶稣，人的道德的败坏，因为无这款的道理来做伊的根基。咱的教会遮尔大伟大的使命。就是要互人来知影讲，教会是遮尔要紧的。衫是你的，手表是你的，你有这个主权。人是上帝的，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上帝有咱人上大的主权，绝对的主权。所以咱敬拜伊、服从伊，这是上大福气的来源。所以，关系婚姻，关系道德。关系一切重要的代志的时，是要听上帝的话，毋是咱人来表决的，毋是民主，民主无够，自由无够，民权无够，还有神权、神权超过人权，神主超过民主，上帝来掌权，毋是咱人来掌权有够的。你来转到咱上帝面头前的时，咱人的愿望为遮来开始。第三项，教会是上帝所招好来的，所以有的名叫做神召会。上帝所招好来的，你会当教会，你会当伫教会，毋是你的熬，毋是咱的好，乃是上帝互咱的恩典，是上帝来甲咱吹来甲咱竞选的，伫万人中间。竞选你，成做一个得救的人。所以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咧讲，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伫这个石板顶，阴间的关系袂当赢过伊，死亡袂当赢过伊。教会遮尔伟大呢，你我伫这个教会内面要赢过阴间的官兵呢。所以无咱的真理，无咱的耶稣，无咱所传的道理。人就伫阴间的内面，伫死亡的中间，所以教会属伫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教会，伊的肢体遍遍全世界，但是一个教会，所以这个肢体各种的教派、各种的教会彼此相听，伫主耶稣的内面。所以人爱伫教会服侍，教会无属伫任何人的。单单属伫咱的上帝，所以伫教会内面，咱都来传扬，因为这个外邦人，因为耶稣的恩典呢，互咱人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借着福音做好的，上帝的子呢。以前人讲，敢若犹太人会当接到上帝的恩典，保罗讲，圣经讲，毋是，不但是犹太人，全世界拢包括在内面。
拢会当称做上帝家字。家字的意思是上帝家字啊，就当得到上帝恩典啦，就当非常的丰富啊，会当永远的快乐啊。王永庆王永庆，有一个人安尼，一个女人讲，一个查某人讲讲我的查某囝都是医生的啦。若是医生是不得了每个月这个妈妈会当得到足多钱啊，每个月佫互伊2间厝。以后这财产佫会当来分呢？若毋是咧，若验 DNA 毋是的事咧，2间厝无去啊，无财产会当来分，可能以前所有的钱呢，拢佫收倒转来，差别有大无？太大对无？是安怎？是伊的查某囝，还是毋是？你是也毋是？上帝囝非常的要紧。咱的爸母，咱的囝儿，是毋是上帝囝儿？咱这当伫上帝福气内面，无伊就是一个外劳。这个外劳，无论伊偌水，无论伊偌拍拼，外劳就是外劳。但是伊若是食到咱的囝儿的时，完全无共款。所以今仔日教会的工作是啥物货？教会的使命上要紧的，就是拼命传福音。互人会当食到上帝囝儿，这比一切代志更较要紧。上帝是为着这差遣伊的独生囝来到这个世间，互人会当知影台湾有危险无？有战争无？台湾会去要安怎行？世界要安怎行？上要紧的，毋是要安怎行？上要紧的，毋是川普有选着无？上要紧的毋是啥物来帮助咱，上要紧的是咱是毋是上帝的囝儿？这是教会所做的代志。咱是袂当来讲这个天父是的世界，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咱天父的世界，咱才会当完全的放心。毋是咱的囝真孝顺，毋是咱的囝真乖。毋是伊人真熬趁钱，咱就放心；毋是，乃是伊实实在在听上帝，成做上帝的囝儿，咱才会当听，会当放心嘛。咱来服侍主的时，是毋是咱上大的荣耀？用上好来服侍伊。有一摆伫英国，有一摆咧，这个英国女王出去去外口行的时咧，落大雨啦，落大雨的时伊这个部下呢，就替伊呢照这个雨伞，伊就到一个这个厝诶，甲照这个雨伞，照了后的时呢，就互女王来使用。过几工了后呢，这个使者来到伊的厝诶，伊惊一个，甲讲你安尼照这个女王所以这个女王呢来hand你的伞，并且甲这个奖金来互伊。伊看一个。有真欢喜无？有没有很高兴？当然很高兴了。伊看到这拢戆去啊！伊是安怎？因为伊当阵要照伊的雨伞的时呢，是转去厝内面吹一个破雨伞啦，后悔啊！伊若是一个上好的雨伞的时，敢是应该的？可惜伊失去这个机会啊！真无的机会呢，真少的机会呢，失去了。今日你的服侍上帝，是毋是随随便便呢？是毋是上好的？上大的主宰，是毋是咱服侍的对象？若是的时，咱就会当欢欢喜喜做中职无？感谢主，扫涂骹无？共款，会当为来做，伊来纪念。玛利亚用这个香膏拍破了后，全世界凡若是听福音的人，拢会当纪念这个查某人。将来伫天顶的时，哎呀，这就是玛利亚啦！这个香膏拍牌都是伊啦，多么的光荣啊！咱的服侍是毋是安尼？咱的服侍伫开会时，是毋是往这个上要紧的代志来开会？愿上帝祝福咱，会当将做一个上帝所使用
的一个教会。咱知影，当安尼来服侍主的时呢，咱会当合作起来，咱会当彼此相听，意见当放落去。咱的这全世界其实是一个，拢是咱的祖先所开始的，亚当夏娃开始的，拢是只有咱同款的父母传到讲做全世界。所以全世界应该是彼此相听，国家教派拢是咱兄弟姊妹，合作原谅下面，敢若兄弟咧相拍同款啦。咱若有话教会，会安尼意见无同，要合作的时，敢若啥物会？敢若兄弟咧相拍。啊，当时咧，师来啊啦！老虎来了啦，会阁相拍无？袂啊啦，马上兄弟拍这个老虎对无？拍狮对无？都是安尼。咱教会嘛同款，为了大代志、大事争取，小处让步。为了大代志，为了真理的代志、团队的代志来拼命，为教会吼。有100%的这预算，所有方法的预算咯，30%、50%、80%，拢做团伙音的代志。那台湾安尼时，咱台湾就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咱的台湾一定上帝祝福对无？上帝一定看顾咱台湾，叫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不但本土是安尼。向大陆、向全世界来传福音，咱活着都不虚此行。我们的回应，我们应该如何？咱有人对教会失望的时，咱知影无需要。咱的教会敢若亲像 7-11同款啊！咱这个 7-11吼，这个一年的这个营收入啊。比迄个 Costco 搁较济，咱教会遮尔细哦，啊 Costco 遐尔大，有人安尼自比，咱的教会真赞哇！这个南门教会啊，有人知影讲我要来南门教会时，真欢喜，讲哇恭喜恭喜哦！啊，有的教会毋是，人安尼小猫2-3只，真稀微稀微，真可怜。但是不论你什么教会。上小的教会是我袂记你敢若7-11同款。今仔日你卖了无好，但是别个7真好。咱的教会是咧全世界的教会，拢是咱合作的，拢是咱的兄弟姊妹。所以袂当讲因为教会吼，什么人对你歹，丢啊啦，不爱信上帝啦，有这人无？因为这个讲冤家，因为这无欢喜，啊了后讲我不爱去做礼拜啦，不爱信上帝啊，敢若啥货？敢若讲迄救生船吼，救生船听你行的时啊，啊有的人吼无欢喜啦，讲我无欢喜啦，妈妈我要跳海去啊啦，离开教会，离开上帝，敢若亲像跳海同款。然后咧为着家己。为着咱的所爱人，爱好好拍拼，听教会，因为毋是上帝的错误，是人的错误。第2方面，传福音嘛，就是把这个新加坡这个邝建雄牧师安尼讲哦，讲小偷最喜欢警察做什么？贼仔上爱警察做啥货？啊？开会啦。哦，警察要去抓，毋是啊？警察要去抓的时候，哇，贼仔真惊！啊，即摆警察咧创啥？伫开会啦！哇，要做歹代志，要偷摕物件，赶去做哦。同款，传福音，拍拼，咱的上大气力、上大钱，甲咱的心情，做回来传福音，为着这来开会。那安尼时，上帝祝福。已经搁较大，有一摆唐崇荣吼，咱吼爱听伊的道理，真顺正，真有气力。有时会晓骂，但是无骂人嘛是真济。
咱来听，有一摆吼，伊去外国的时啊，看到迄真正出名的即个传教者，都甲问讲吼，你要去倒？你若要去开会？伊讲吼，爱开会的人去开会，我要去传福音，定着重要的会爱开，重要的代志爱做，但是咱的心是伫啥所在？咱的心甲上帝共款。上帝找伊独生子来到这世间，是要来救世人的。咱嘛甲伊共款，咱要来救世人。用咱的手机，用咱的 Line， 用咱的话，用咱的电话，甲因讲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是上要紧的代志。甲伊传福音，我为细汉的时就传音，甲即阵，我嘛足爱传福音嘛。我上爱就是布道会，吼。啊，我的父母伫美港，伫迄个中部迄个所在，伫花莲建立了9间的教会。啊，我的兄弟姊妹拢总有超10几个是传教者，阮即个家族。我家己嘛写即个福音单，然后呢到处去发。顶邦吼去迄个天安门啦，天安门嘛去发福音单张。卫兵讲过来。我想讲哇，机会到了，要为主受苦了。为主受苦，为主殉道，都值得。因为你无为主殉道，同款的死啊，对无？较好死哦。迄为主殉道，迄死了真紧。但是重要紧是讲，咱听咱的上帝，互主来使用啊。唐从容看到一个吼，伫半夜，一个老太太78岁。底下发福音单张，伫叫人讲来去听布道会，伫半夜时下着雪，伫迄个所在，原来当决志为着上帝来活，为着上帝来拍拼，一定有价值。我的爸爸100岁得到第2个博士学位，我的姐姐77岁，过去读师大医。伊迄个大学读6年，读了啊，即马过去读。有咱咱吼，若要咧搞唱歌的，来爱唱歌的，来去即个道生圣乐学院，遐专业的人来甲咱教，然后咱的温数哪来哪好，甲阮即个圣乐朋友做朋友，这是一个大的世界，是一个好有趣味的世界。上帝所创造的人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为着阮来祈祷，无论咱什么年纪，拢会当互主来使用啊。以前我的头毛伊个偌水咧，即摆吼毋是啊啦，明明梳起头发来几万根，照起相来没几根，有一摆吼，人来甲我讲啊，牧师啊，你食烟豆呢？我听了真欢喜。欢喜无5秒钟，搁补充。最近吼，目水灰灰啊，拢看袂清楚。拢会过去，偌水偌烟豆拢会过去，但是为着上帝所做的，永远袂过去。我的坟墓志吼，我的墓仔簿内面要写啥货，你知道无？写种吼，信靠上帝，信靠基督，活出基督，传扬基督，一个渴慕普世得救的灵魂，这是我的灵魂。我这个灵魂渴慕什么？最后对世界所讲的话，最要被人讲的是什么？我是一个渴慕普世得救的一个人的灵魂。这是不是咱的？我的爸爸的迄个观察，要砍落去的时候。人普通吼是靠干呢，哭得不得了，对不？阮爸爸要砍落去的时呢是啥？是迄个唱圣城耶路撒冷荣耀的盼望。今天若是咱会当来参与这个重大的团体，完成上帝予咱最伟大的使命，咱的人生才有价值。那安尼来做时，咱一定有价值。愿上帝祝福，看顾咱各位，咱做伙来祈祷。主啊说，
有时啊，当人甲咱讲，咱所上听的人，互主接去。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痛苦，袂当忍受，因为因是永远会离开了。主啊，阮所传的道理，乃是要互咱得到永生的道理，会当赢过死亡的真理。求主你帮助这个教会，成做教会界的模范，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属伫一个上伟大的团体，这是道先生个诗班，因要继续用2首歌来学乐，来甲咱专心祈祷，求主拯救，也互咱提醒主好朋友，就是咱的上帝。我感觉伫即个时阵，咱来唱即条歌，实在足适当的吼。即马疫情的关系。
就是咱请道生圣雅学院的院长黄惠秋姊妹来甲咱请安报告。吼，无要紧，安尼我先来请安，牧师、张牧师各位兄弟平安，足欢喜的吼。阮从2009年到即马，都足久拢无来甲大家见面吼。其实我是为南门教会出身的，南门教会是我的母会吼。拄我看到，拢是足欢喜的。遮拢因为迄当阵阮无听呢，歹势。OK， 歹势。因为迄当阵，阮的5个兄弟姊妹，4个拢起来台北咧读册，有高中的，有大学的。阮爸爸吼，就规定哦，要起来时拢规定，恁倒一间教会拢袂使去，干会使南门教会做礼拜。阮爸爸真正安尼规定啊，所以阮拢足乖，拢听话。当阵嘛毋知影是安怎，伊规定讲一定爱来南门教会做礼拜。到我知影讲，甲吴牧师是好朋友，所以阮拢来。来的时阵，即摆来到遮吼，就做礼拜，就逐个拢，阮兄弟姊妹为倒位拢来到遮礼拜时阵吼，就见面。我讲阮爸爸嘛足巧的吼，原来伊是要互阮兄弟姊妹吼，一礼拜来遮见面一遍，搁伫遮会当吼，吴牧师足好的教导。阮做礼拜了吼，逐个都拢足欢喜的。做礼拜了拢去阮三金因兜，就是景光景光长老因兜去食饭，去互阮三金去吃吼，嘿。搁迄当阵嘛是有当时拢去景宗长老因兜，因为这拢我的表哥，当景光兄是我的表弟，所以来到遮时，我感觉讲，我的年纪遮大，因为我底下足侪我的迄表弟，敢若景宗兄吼比我较大一岁尔，剩的拢比我较细，所以我感觉讲，我遮侪岁要70岁啊，可能是有影有较老啊。毋过足欢喜吼，来遮甲大家见面吼，真多谢大家吼，有拢。像拢有咧支持阮，有咧替阮祈祷吼，嘛是足欢喜的，真正来看到拄安尼，总是咱活过来到像我看足欢喜，真是老朋友吼。我伫遮今仔日有早一寡物件要来甲大家分享吼，就是阮的院训，恁会当有可有的人对阮，因为拄影片未放吼，安尼即摆先放影片了，我过来讲，安尼较好讲。好，影片请恁继续放。
尼拄啊，大家拢有看到阮咧学校的介绍啊吼，安尼我就免去讲。啊，即摆我今仔日早一寡物件来甲大家分享吼，就是有早几个 CD 啊，伫楼骹有咧摕，拢免费吼，毋是要卖。啊，当然恁因为阮去到逐个所在拢会知，这拢是阮唱的，所以恁会当摕，看恁要摕了者拢无要紧去甲人分享吼。啊，恁若有感动晓一个，你才会使会当替阮奉献。第一叫一个一生线上吼，一生线上这就是这内底就是拢迄落陈秀成牧师，就是顾院长伊所写。啊，有的是已经写好，但是还未编迄个合唱，啊，上帝就甲带转去休困，啊，所以有的是阮的老师替编的吼，这内底拢是伊所写的经吼。啊，过来就是这个迄落约瑟的信领衫4件衣裳。啊，我相信大家拢知影约瑟一生穿4领衫，第一领衫是啥？彩衣，啊，第二领衫。球衣，啊，第三领衫，第二领衫是血衣，第三领衫是球衣，啊，第四领衫咧，细麻衣，这是伊的一生。所以迄当阵的时阵，因为这是由阮的教务长吼，迄个陈茂轩老师所写的经吼，啊，所以迄当阵就用这个 title， 都甲约瑟的一生都这个清唱剧4幕都拢表达出来吼，这拢伫一楼拢会当恁拢会听。啊，这是阮过来有一年所唱的神剧，做来甲大家拢做伙分享，恁做恁翕无要紧。啊，这是阮的迄落阮的院训，恁摕去对阮搁较了解吼。啊，足多谢，就是咱南门教会会当接来阮即届来遮做阮的道成主日，啊，足感谢恁。啊，过来就是阮迄个11月21日，阮有音乐会伫迄落泸州工学社，啊，阮要唱迄落我要唱《坚固保障》，就是巴哈清唱剧《坚固保障》，啊，欢迎大家来，啊，这是免费的，啊，但是遮有票，需要票。等下若人有感动，有想要去听的时阵，《坚固保障》伫咱的1楼有搭阮即场，吼，啊，坚固保障，阮的下半场是唱《坚固保障》，啊，上半场拢是阮的老师的独唱，啊，所以阮的老师拢是足好，啊，独唱你会当方面听，啊，因伫迄个合唱内底，因拢有独唱吼。啊，阮阁有阮的男生重唱、女生重唱拢有，啊，欢迎大家来。啊，若要爱票的人，会使来甲我客，等下遮拢有票，啊，欢迎大家。有人举手呢？我无听有歹势，因为11月2日阮音乐会，啊，欢迎大家来听，啊，这有免费，啊，但是需要票，啊，所以欢迎恁来遮甲我摕票，要几张拢无要紧，你若要阁需要，我会使阁寄互恁吼。好，多谢你啊！阁一摆感谢南门教会接纳阮来遮，甲恁做伙敬拜，多谢。啊，多谢院长伫遮请安报告。即是请咱备办心用奉献来继续，但会敬拜请明章甲会议执事来带领咱奉献。请咱起立，做伙用奉的诗歌来做咱的祈祷。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咱的周报有几项简略来。咱今日真感谢江牧师以及道生圣乐诗班来到咱中间带领咱来伫这个所在敬拜希望礼拜煞咱也有机会留来交谊做伙伫这个所在享受伫主内大家一家的喜乐今仔日咱幼稚园的董事会要开，请董事留咧咱要伫办公室的迄个会议室来开会。第三项就是咱台北中会拜二要伫咱教会来召开中会会议为着这样代请祈祷。第四项礼拜组拜托咱特别是第二场礼拜煞了后，电梯咱留互迄个坐轮椅也是行动较不便的因会通较早会通互电梯让咧互遮个人用。第五项较重要就是副团契，咱有40个人要去秋季旅游你若有报名，会记哩拜六8点，咱车爱准时出发，所以请伫拜六前8点以前来到教会集合咱做伙来出发即届旅游有准备早顿、中昼顿所以咱准时来。过落去就是咱开始到圣诞节真侪人爱用即个圣诞歌来送互亲人朋友，所以开始登记如果你若有需要，请伫办公室讲干事来登记咱登记了，咱请会通较早分互咱的亲人最后就是咧周报投稿啦咱周报有一个食页如果咱有一寡心得，有一寡分享，有读册即个分享，请来投稿咱会来刊伫即个咱的周报内底，大家来分享。过落去就是咱今年最后一届洗礼甲圣餐是12月27所以咱要洗礼、要圣餐、要个别信仰，咱毋茫参加只要真理班为11月22要开课，至少4届请来参加才甲张牧师报名团契就是咱后礼拜就少年团契有例会，所以咱请少年团契的客友请会记哩来参加咱真欢喜两项代志，就是咱捌李光林杨小丽就是光林社伊的查某囝李心怡伫昨昏有结婚，咱为着因所组成的家庭来祈祷咱也真恭喜王长老伫昨昏得到一个医疗贡献奖甲特殊防疫这个奖恭喜会通荣光上帝搁一届赵家兄需要咱继续的带导，伊出入入几啊届伫昨昏拜五搁一届入院，为着伊的身体来带导咱真感谢昨昏有开一个事工研讨会咱遮个主要的长老执事大家做伙伫迄个所在讨论明年咱教会爱做甚物事工，也毋望开会了咱会通来执行互咱教会会通搁较来发挥咱即个应该有的功用所以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咱今仔日就莫搁平安礼啦因为有迄落所以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祝福上用的诗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说，咱请江牧师来祝祷。
主要说这是何等好的消息！无论这个世间安怎来改变，无论是魔鬼安怎来强行，主耶稣，你甲阮讲，三位一体的上帝甲咱做伙，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阮上大的安全，上大的平安。主啊，帮助阮有气力，将这么好的消息，上帝救世人的好消息传扬出去，互人人会当真做上帝的子儿，做伙来享受上帝永生的快乐。主啊，阮的责任，阮的使命何等的伟大，何等有价值，帮助阮，甲阮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交通，甲咱同在，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无煞。阿门。